选调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要倚靠你。我的灵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论到地上生的百姓，因是极其好，是我所深深欢喜的。各位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，真欢喜，咱甲大家做伙搁来敬拜阿罗主。即时请咱做伙起立，甲你身躯边的兄姊妹请安，问好。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，让我们一同来到主前。来帮助你变成我的
交给他，就是在向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更亲近你。”但我们不只是要来亲近他，更是渴望的被他改变更新。我们接下来用这首歌对主说：“主，我愿更像你。”让他来雕塑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心思意念、行为态度都能够更像他。我渴望更像你，耶稣，日存温柔圣洁，耶稣，你爱永留，毫无保
向主说：“我愿更像你。”这不只是一个渴望，更是一个生命的预备。当我们越像他，我们就越能明白他的心，听见他的呼召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一同来回应他：主啊，我愿意为你去，无论到哪里做什么，只愿遵行你的旨意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借着敬拜触摸我们的心，透过诗歌，我们再次对你说：主啊，我们愿跟向你，也愿为你而去。愿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口唱心和，更是行动的回应。让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天天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愿单纯的仰望你，不靠自己的言语和智慧，而是依靠你十字架的能力。求你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常常效法你的样式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每日审查自己的生命，弃绝老我与骄傲，学习你的谦卑、顺服、爱人如己的心。让我们不只是赞美你，更在生活中活出你的样式。无论是在家庭、职场、教会或任何你差派我们去的地方，都能成为你的见证人。愿我们的生命塑造成更好的器皿，为你而活，为你而去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请坐。即时咱来吟一首的圣诗来学咱的上帝。圣诗63首。真主上帝造天地，袂光袂暗无人个，暝转做日，日转暝，成正万美功德圆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真主上帝造天地，袂光袂暗无人个，暝转做日，日转暝，成正万美功德圆。上帝主心着敬奉，保庇正人事福乐，家千家应当特当，万美交比一亲责。但有菩萨拢无尽，保庇上帝是真实。世间皆有人所求，着在风塞真无言。主的功德大无比，拯救灵魂拢免死。天的四海大甲世，诚心敬拜大上帝。阿门。这是咱献开圣诗的头前，书读圣经。这是咱要来同心出声来读书读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耶稣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必达热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就天，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过来审判有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共的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告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
听同阮的天父，阮都一遍感谢你，感谢你看顾阮一礼拜久拢得着平安。今日是主日啊，主日你因错你的囝儿来到主日的圣殿，一才来敬拜你、阿乐你。阮用诚心来敬畏主你，因为阮知影，你是阮的救主，阮是你的囝儿，阮要来阿乐主你的圣名，因为主你的名是堪伫阮阿乐的。主啊，阮虽然伫生活当中有当时来得着主你，也毋过主你有愿要来赦免愿，要来保守愿，互阮伫主你的厅内面来得着恩典满满，互阮更加来敬畏主你，会当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尽忠劳仆。伫外口会当来成做你要所用的器皿，来荣光着主你。求主你继续带领阮头前要所行的路。主啊，阮也真欢喜来到主你的圣殿，一只来敬拜你。阮来搁一遍来认捌主你的话语，阮常常来孝念着主你的话，阮伫阮的生活当中做阮的准证，来成做阮生活上的一个帮赞。阮也真感谢阿乐主你，因为阮知影，你主你知阮人是拢正的，阮有时身躯若得着艰苦的时阵，生活上得着不如意的时上，有当时拢会来拜阮主你，来主你来祈祷，也毋过主你有愿意听阮的埋怨，听阮的祈祷，会当互阮会当来深深来感受着主的恩典，伫阮的生活当中来做阮的帮赞，荣光着主你。阮也今日真感谢你引带你的奴仆林朝信牧师，伊来正道，愿上帝你也保守伊，会当互伊的讲道是对主你的对天遐来，会当互伊的讲道哪有困难，要来荣光着主你，也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心灵拢得到帮助，会当互伊的生活、伊的身躯拢得到主你的看顾。阮也将今日的聚会拢交代主你手中，也保守你，互阮的一切拢得到平安。阮也将阮今日的聚会，因为阮知，阮要来荣光着主你，互阮常常到主你的面前，学了主你的圣名，得一遍阮的感谢甲祈祷，拢上耶稣叫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请坐。即时要来读一节，要来圣诗后壁启文14篇，圣诗后壁启文14篇，我来启，恁来用。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。我要投宿伫你的十股的庇下。我要叫至悬的上帝，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，上帝要施阮对天救我。我的性命伫山的中间，伊的手起像枪像箭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搬过这的天，伊互我的脚步失落网，伊伫我的面前开陷阱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自在，我的心自在。我的神啊，你着精神起来；琴啊，瑟啊，你着精神起来。主啊，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到大。拄天，
上帝啊，愿你关大搬过这个天。这是要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是新约哥林多前书，新约哥林多前书2章1节到第2节。哥林多前书2章1节到第2节，上帝话安尼记载：兄弟啊，恁真情愿意无用深沉的话语，也是智慧来对你传上帝奥妙。第2节，因为我决断伫恁中间，毋知别项，只有知耶稣基督顶十字架拿定。咱倒来看一台圣经，嘛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1章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节，恁着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。我倒来念一遍：恁着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。这是要来请林兆新牧师伊来正道，伊的题目是效法基督。即位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的讲题是效法基督，效法基督。伫一个乡村的所在，有一摆对山顶有大水冲落来。这个百姓看到大水冲落来，大家就伫遐喊讲：大水来啊！大水来啊！紧走！有一个基督徒听到大水来，伊就伫厝内祈祷。讲上帝啊，大水来，你着爱保守我，互我得着平安。伊祈祷煞的时，有一个人看到伊伫厝内，就甲伊讲：大水来，你爱紧走。伊讲上帝会保守我，互我得着平安。迄个人就走起来。即个基督徒佫伫个厝内坐，佫一个人来看到伊伫厝内，佫甲伊讲：大水来，你爱紧走，你爱紧走。伊佫讲：放心，上帝会照顾我吼，互我得着平安。迄个人就做伊走。结果大水来的时啊，即个基督徒煞去互水淹死啊！这敢像是一个笑话，毋过事实上，有个基督徒会认为讲，上帝应该用什么款的方法来帮助我，来拯救我？伊咧想，上帝应该会派人开一台车来载我走，是上帝会伫大水来时，互迄大水流对边仔去，拢袂流对阮兜来安尼。事实上，上帝有伊无共款的方法，只要会当帮助咱，拢是上好的方法。古早有一个国王，伫伊庆祝登基周年的时，伊就要讨放一个死刑犯。国王就来到伫即个监狱，伫遐宣布伊要讨放一个死刑犯，互伊得到特赦呢。哇！这个死刑犯有10几个，大家拢伫遐喊讲：国王啊，我是冤枉的！国王啊，我无犯着死罪。独只有一个人。伊秘伫个迄个壁角遐，伫遐恬恬拢无讲话。国王就感觉真奇怪，就问即个人讲：你为什么秘伫即个壁角，恬恬拢无讲话？伊甲国王讲：国王啊，我是犯着死罪的人，我毋望我的死会通赎我的罪，所以我伫遮忏悔认罪。国王听到安尼时，就宣布讲：
这个人就是符合我特赦的条件，因为其他人拢讲因无犯罪，因是冤枉的，因就无符合这个死刑犯特赦的条件，所以这个人伊阁有忏悔，所以伊得到国王的这个特赦。现即个即世间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是家己认为是义人的罪人，第二种人是承认家己是罪人的义人。什么原因会有即种的差别？因为主耶稣都诚热心来到世间，为着世间人的罪来死伫十字架顶，互承认家己是罪人的人，因为信靠耶稣基督，罪拢得到赦免，因信称义，来过着平安喜乐的人生，有主的恩典满满。所以咱信主的人是真有福气的。你看咱信主的人，逐工拢真平安、真喜乐。咱无啥物欠算，无啥物禁忌，但是你知影无？拜神明的人，真侪欠算，真侪禁忌，因有真侪即个惊吓。譬如讲，咱遮嘛有大巴岛的富人人吼，若是迄个拜拜的人吼，大巴岛的富人人厝内就袂使钉钉啊，钉钉会落体哦。啊，这大巴岛的富人人吼，嘛袂使经过迄个办丧事的丧家哦。你若伫遐经过，就会落体哦。这真奇怪咧，因为我有拄着，就是讲，迄个厝边啦吼，讲伊就是经过迄个人个做丧事的家庭，我怎啊落体呢？是足奇怪的代志吼。但是咱信主的人，你看咱拢无即款的禁忌，咱拢无惊吓，咱拢真平安吼。我较早伫台中港教会牧会时，迄教会的牧师馆，迄插门吼，伊后钮拧去啊，我就要甲伊订互按安尼，我就叫牧师娘讲，你甲我扶咧，吼，伊迄阵大巴肚啦，像安尼大巴肚，伊毋若用手扶吼，佮用伊巴肚摕咧啦。伊讲安尼较稳啦哈，我就甲迄门，迄后钮钉好。你看，迄是阮头一体哈，阮大汉的，也无落体啊啦吼，佮生出来真健康，佮真聪明。人伊读到即个大的研究所，你看上帝恩典遐尼大，即马佮做即个玉山银行的经理，现时个咱信主的人，就是有遮尔大的福气，阿免。所以，咱搁来看，另外一种就是家己认为是义人的罪人，因为家己有罪，伊毋知影，反倒互上帝定罪，将来呢就要受到审判。当一个死刑犯，伊要来处死以前，有诶会伫遐讲我是冤枉的；有诶会讲我无想要死。总是嘛有人讲，我既然犯罪，我就毋惊死，安尼吼，敢做敢担当。但是世间呢，只有主耶稣是一个连当时的审判者，就是总督这个彼拉多宣判伊无罪，讲伊是一个义人。但是最后因为犹太人的祭司、长老、百姓伫遐。对即个总督讲，钉伊十字架，钉伊十字架吼，伫遐众人拢安尼大声发，即个总督无办法，只好就宣判耶稣爱钉十字架吼。所以任何一个受宣判无罪，佮受处死的人，伊的反应一定是绝望、毋甘愿、怨愤。但是主耶稣，伊知影家己无罪。却甘愿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而且伊伫十字架顶祈祷，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因毋知。犹太人有一部真宝贵的经典叫《塔木德》
塔木德，这是中文的翻译哈。这个塔木德就是犹太人的律比对旧约圣经所写的讲解。律比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圣经学家，也是讲宗教家吼，亲像今仔日的牧师这个神学家相款。耶稣当时也互犹太人称作律比吼，咱来看圣经，这犹太人拢称伊律比，因为伊对圣经的讲解非常的清楚。简单佮明了，是一个受犹太人尊敬的律比。伫塔木德内面有一个故事，伊咧讲有一个青年叫做阿曼，这个阿曼甲伊的老爸伫山顶咧饲羊啊。有一年拄着抗旱，遮个青草拢干枯枯，因为无水吼，拢干枯枯。阿曼啊，就甲因老爸讲，伊讲阿爸。咱无法度搁伫遮饲羊啊吼，因为遮个草拢干枯枯。我要去外面去找一个有青草的所在。伊老爸甲伊讲：你若要出去吼，你着带一只羊母甲你去。啊，你若无通食的时，你着有即个羊奶通啉。阿爸就带一只羊母出去。因行几啊工了后，有一工看到一个山洞。迄只羊仔就走入去山洞内面，阿曼啊就对即只羊仔入去。内面暗迷蒙，因偷偷啊行。当因行出去即个山洞的时，外面就是真水、真青翠的即个草坡。哇！阿曼啊真欢喜，伊讲：这就是我咧找的即个草坡。所以伊啊随时就想讲，安尼我紧转去带。老爸甲遐羊仔来，但是伊佫想讲，我若离开即个草坡，可能会叫人占去。伊就想一个方法，就是甲即只羊仔讲，你是真聪明佫忠心的羊仔，是你带我来遮的吼，所以你即摆爱转去，我会写一张批，甲我的老爸讲，讲我已经找到即个草坡，即只羊仔会带你来，你着爱转去。带老爸甲遐羊仔拢来遮。即只羊仔真正是真聪明吼，因为伊就转去到伫厝。伊老爸看到只羊仔转来，反正真惊吓，因为伊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。伊伫遐想讲，为什么阿爸若无转，干若即只羊仔转来？阿爸若一定发生意外，阿爸若是毋是已经死啊？后来。伊就真受气，就对即只羊仔发圣地，讲我爱你，甲阿爸仔出去，就是爱你会当照顾伊。结果你也无甲伊照顾，你家己转来，阿爸仔是毋是已经死去啊？安尼吼，伊就真忧伤，佮真受气。后来竟然甲即只羊仔杀死吼。当伊甲即只羊仔杀死的时，才发现着讲，迄羊仔的案本有一张批，就是阿爸仔所写的，讲伊已经找到即个草坡吼，爱因会当过去遐，即只羊仔会带你来。但是即摆伊真后悔，因为伊杀死即只羊仔，伊也无法度去找到伊的囝，即个阿爸仔。即个世间人亲像即个老爸所犯的过失。世间人生活伫罪恶的中间，离开耶稣基督，甚至将伊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毋知影家己所犯的罪有偌重。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替咱向天父上帝来求赦免，伊流出宝血，洗清咱的罪，咱才会通因信称义，成做上帝的儿女。不会动嘞，这种的恩典就是保罗一生看做上宝贵的恩典。罗马书5章6节，保罗讲：因为咱要软弱的是，基督伫上帝所定的日子，为着罪人死。使徒行传第7章记载，
初代教会头一个殉道者就是司提反，伊是头一个为着传福音来牺牲的基督徒。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祭司命令遐个兵丁四界去掠基督徒，司提反伫耶路撒冷互人掠去，然后甲伊带到伫即个城外，用石头甲伊拍死。司提反临终的时倒伫地里，伊互圣神充满，伊看见主耶稣徛伫上帝正边，伊祈祷讲：求主耶稣接纳我的灵魂。佮讲：主啊，毋通将即个罪归伫因。咱看见司提反的死，甲耶稣的死相款，因互犹太人害死，临终的时求上帝赦免遐个害死因的人。所以这就是司提反伊效法耶稣的精神。看下即个，咱爱效法主耶稣的精神，效法司提反。当迫害临到咱的时，当苦难临到咱的时，咱是毋是愿意为着主耶稣来牺牲？当司提反互人拍死的时，有一个青年叫做扫罗，扫罗后来称作保罗。伊当时是迫害基督徒的人，伊看见司提反互人拍死，伊真欢喜。使徒行传第8章，司提反殉道以后呢，扫罗继续去掠基督徒，将因关伫监里。因为安尼，后来保罗常常称伊是罪人，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，就是罪魁祸首，罪魁祸首。这就是讲罪上重的人。到使徒行传第9章，扫罗要去大马色掠基督徒。第6章，耶稣对伊显现，用大光照伊。扫罗对马顶摔落来，听到一个声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”扫罗真惊吓，就讲：“主啊，你是甚物人？”主讲：“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基督。”迄个时阵，这个扫罗伊才知影原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，是人类的救主。伊过去迫害基督徒是大大的错误。迄时伊才明白，司提反当时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精神，为着主耶稣来殉道。因为安尼，保罗伊就决心要效法耶稣基督，要效法司提反。伊要为着主耶稣大发热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伊也决心为主牺牲，为主殉道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《约翰福音》12章24节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地里，犹原是一粒；若死，就结出真侪麦仔。主耶稣牺牲性命，死伫十字架顶的精神，互司提反来效法。佮因为司提反即粒麦仔死，就结出保罗即个大粒的麦仔。兄弟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伫性命的顶面，拢是结连伫耶稣基督即个麦仔。每一个基督徒有责任将即个麦仔的性命传播到伫侪人的性命中间。主耶稣伫大马色对扫罗讲：“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基督。”今日咱对主的侍奉，咱对主的敬拜是甚物款的态度？如果咱若无看重敬拜，咱若无要紧侍奉，主耶稣要对咱讲甚物？伊要对咱讲：“我就是你无爱敬拜的耶稣基督，我就是你无爱侍奉的耶稣基督。”现在即个咱伫主的面前，爱常常反悔，常常反省，家己的信仰是毋是合伫主的旨意？保罗知影伊的一生是要效法耶稣基督，要效法司提反，伊将家己的身躯做活祭献予上帝。罗马书12章第1节。保罗勉励信徒讲：，要将家己的身躯献做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恁安尼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
主耶稣伫世间行遍犹太各所在，传上帝国的福音。保罗效法耶稣，伊行遍以色列、小亚细亚，搁到伫欧洲传福音。除了传福音以外，保罗也看重文字传道。咱看新约圣经有27卷，保罗写的批信就有13卷。对罗马书、哥林多前后书到腓立门书，拢是保罗写的。保罗感受到主的疼，因为连伊即款的大罪人迫害基督徒的人，主耶稣毋但愿意拯救伊，而且重用伊，互伊诚侪初代教会重要的使徒。保罗又深刻体会到主耶稣为着伊牺牲性命，真正的目的，就是爱伊去传福音，互万人来归应耶稣基督。哥林多前书2章2节，保罗讲：因为我决定伫恁中间，啥物拢毋讲，只有要讲耶稣基督，以及伊受钉死伫十字架的事。哥林多前书11章1节，保罗讲：恁着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。和合本的翻译是：恁着效法我，亲像我效法基督。效法是爱全部拢学。一举一动拢爱学，学到一模一样，就是效法。我相信保罗对咱讲：你着效法我，亲像我效法基督。伊也希望咱因为效法伊，也会通对咱四周的人讲：恁着效法我，亲像我效法基督，我效法保罗。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门徒，基督的门徒。就是爱效法基督，学像耶稣基督。咱做基督徒已经真侪年，你想你效法基督有偌济？你有几分亲像基督？你有引带你的亲人朋友来信耶稣啊无？有一个基督徒伫梦中看见异象，天使带伊到伫天堂，伊看见天堂诶每一个信徒。头壳顶拢有滴一顶的皇冠，啊，有个人的皇冠顶面有珍珠，有一两粒，啊，有个人有足侪粒，但是有个人嘛无珍珠，伊就感觉真奇怪，就问天使，天使就甲伊讲，基督徒伫世间，若有引带人。然后引带一个人来信耶稣，就伫皇冠的顶面有一粒珍珠。引带愈侪人，珍珠就愈侪粒。啊，若拢无引带人，伊的皇冠就无珍珠。兄弟姊妹，你有引带人来信耶稣啊无？将来到伫天堂，你的皇冠有珍珠啊无？毋望咱会通彼此勉励，彼此加油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阿罗主，感谢主，慈悲疼痛的上帝，感谢你引带阮伫主日来教会敬拜主，阿罗主，领受上帝对天顶赏赐予阮的平安甲福气。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做阮人类的救主，予阮罪人因信称义，得到永远的性命。主耶稣，你予阮每一个信徒的使命，就是传福音。引带人来信耶稣，求主帮助阮，有圣神的充满，有属灵的性命，互阮所也即个福音的种子会通结实百倍，互人进入教会得到救恩。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时咱倒来吟一首的圣诗，274首，圣诗274首。求主施大恩，互我来亲近，我心幸福，深深喜爱，情愿即时
诚心敬拜，救主降落来，永踮我心内，永踮我心内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救主是大有，予我来亲近，我心彼无深深意爱，情愿只是诚心敬拜，救主降落来。永踮我心内，永踮我心内，求主你出声，叫我三角行，我心有阮深深烦恼，千万个主就袂少无，求主应我讲，以后免烦恼，以后免烦恼。求主做中保，予我当我靠，我犯罪过千千万万，犹阮过路主干那，求主伸手干。满心大平安，满心大平安，求主带我行，我心免惊吓，我若敢若拄着破病，你要讲我若伫身边，耶稣我讲起，我无放下你，我无放下你。求主甲我带，阳光予我看，我真欢喜，永远归你，我爱讲你永无散的，求主当徛起，永远无散的，永远无散的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摕伫手中的周报，这是我来报告。顶周聚会主礼拜出席60个人，奉献3080块。主日学校出席21个人，奉献610块。拜一妇女团契出席11个人，拜三祈祷会出席20个人，拜六青年团契出席8个人，拜六双年团契出席8个人。主日事工的分配，讲道伫陈小甘牧师，司会是郭东明长老，司琴是黄恩婷姊妹，当地是吴勇长老甲李玉杰执事，敬拜是第二组，主日学第二组，语音导播是
木村楚姊妹甲黄家乐同学，招待是马雅石甲李仁雄姊妹，交通组是刘主义长老甲萧兰兄弟。下周的周间的事工的分配，拜妇女团契助理敬拜是李佩珊姊妹，地点是教会1楼。拜三祈祷会助理是岳东明长老，司琴是柯玉昭长老。大岛的家庭是尤内村姊妹。拜四探访的家庭是叶美莲姐妹。轮值的探访是黄定香长老、甲刘主义长老、甲李义杰执事。拜六的青少年团契主理是黄家乐同学，伊的内容是预备母亲节活动。拜六双年团契主理是刘主义长老，圣经是马立基第3章7节到12节，题目是1/10。本周的金句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。台语、华语来各念一遍。台语的，恁着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话语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教会消息，第一点，青团契要来制作一个母亲节影片，请各位妈妈、阿嬷吼，提供你的相片。第一就是你少年的时阵，第二是拄仔咧做妈妈的时阵，第三是即摆的相片，即摆啦吼，相片来一张，拢一张啦吼，会使传到咱的教会咱的群组，你若是有纸本的吼，相片会使交李义杰还是林嘉恩姊妹，按教会时间是今日即止啦吼。第二点，下主日5月11，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教会有来举行庆祝母亲节感恩礼拜。伫迄天有青少年团契甲主日学小朋友有来献诗献花，祝福每一个妈妈母亲节快乐。礼拜后要来赠送每一个妈妈一份礼物，愿上帝祝福恁身体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。母亲节感恩礼拜后，嘛是为着恁妈妈要来翕大合照啦吼。第二点就是本月2楼的礼拜堂。若是有翕相的啦吼，伫5月27号嘛是礼拜日，伫迄天教会有要来制作精美的大合照的相框，甲一个相框啦吼，一组啦吼。公送主恩。第三点，5月下主日就是5月11吼，嘛是会期报告4月份的收支长目甲举行5月份的庆生会。受指名单有许思恩、杨国士、柯福寿、谢丽珠、吴连芬、杨丽香、甲郑梦妍等。生日快乐，愿主祝福，福杯满溢。第四点，本会定伫6月初1，就是礼拜日，要来举行洗礼兼圣礼典，接纳小儿洗礼、成人洗礼、更新礼，报名更新礼甲成人洗礼，需要来接受基后真理班的真理课程啦吼，总共有4节课啦吼。为今日起开始接受报名，到5月11日截止啦吼。请咱的代议长老黄志公长老来报名，以便安排上课的时间。第5点，教会清洁人员为4月份开始，正式由麦雅慧执事甲杨丽春姊妹2位姊妹来清扫啦吼，清扫咱的教会。第6点，中执会有通过啦吼，要来邀请李崇胜兄弟，伊来管理咱教会1楼、2楼的音响组长，伊归属伫总务部来管理。第7点，本会各团契，请要使用教会厨房，咱来使用后啦吼，咱来清洗好清气，将碗盘归为原位，
并且保持咱的厨房的清洁，咱希望会使来大家互厨房搁较整洁，搁较好看啦吼。第9点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有专案来补助啦吼。若是住伫林园区的居民，专人健康照护检查啦吼。肺部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，伊是资格是50岁到74岁，有乙型肝炎甲C型肝炎的抽的检查，伊是30岁到44岁。若你若是有符合这个条件的，拢完全免费啦吼。毋过有限制，伊到今年的6月底，迄个6月底截止啦吼。请有需要的兄弟姊妹，互咱家己去病院来做检查。第10点，伊主日正道圣经是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第1节到11节，伊的题目是无灰心的祈祷的母亲。咱有下面就有大道的事项，就是为拜1到礼拜，咱就为照每一天的项目，咱为代志来守望来代祷。第2就是为提名，特别提名的为边听的、年长的、心灵甲生活有欠安的遮个人，咱就来提名为你祈祷。你若伫4月27日奉献明显，若是有问题，顶子有啥物错误的，你有看到的，咱礼拜后会使去找你秘书即事来更正啦吼。我来报告奉献，月顶17个人，金额30200块，感恩现金19个人，奉献17000块，建堂奉献9个人，16000块，为妇女团契奉献2个人1500块，为青少年团契奉献1个人1000块，为主日乐奉献1个人1000块，为双联奉献2个人1500块，伊的总金额是68200块。咱请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。请坐。现在大家平安。这个是我来补充一项代志啦吼，就是咱以前的老姊妹，就是尖毛喙姊妹，伊有一个后生吼，做尖条筒，伊的迄种个骨肤是远伫个咱的清水岩的清水寺，即摆就是咱伊的二兄吼。想要甲伊的骨肤来移灵到伫个甘南园安厝伫迄个所在，就是伊的二兄詹东师。我即摆已经甲伊的即个要移灵的即个手续已经办理完毕。咱定地是伫即个后礼拜四，后礼拜四咱9点，要伫迄种清水寺遐来做移灵，然后特别到伫。甘南园伫遐做安厝的礼拜，咱假使咱的兄弟，若是有闲的吼，咱即个下礼拜四下早仔，咱8点半，伫即个部队幼儿园遐吼，咱使运车，咱做伙来参加伫即个移灵甲安厝的即个礼拜吼，伫遮甲咱做一个报告，伊的二兄甲伊的二嫂今仔日嘛有来伫咱的现场，咱拍拍甲伊欢迎一下，好，欢迎伊以后因。我知来听者，因遮尖乌喙遮囝儿时势吼，因拢较无咧来教会，毋忙透过遮种种的代志，毋忙就是你二兄二嫂，
也有欢迎恁啊，在时常咱有教会来参与伫阮的教会礼拜啊，互上帝做恁的天父，好无？好，多谢恁。这是咱今上映的圣诗510首，上映的圣诗510首。俄勒天顶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，人人伫普天的，当心俄勒上帝，俄勒三位一体，爸囝圣神，俺请起来吟全首。俄勒天顶主宰，创造天地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快乐，甲咱众人三合同在。愿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，看顾恁、赐福恁，你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家。